歡迎收睇黃金獵殺線，帶你直擊金市最血腥嘅獵殺過程。金融市場最恐怖嘅嘢，從來唔係暴跌，而是你根本唔知暴跌背後嗰隻手到底係邊個。想象下，如果你手上嘅美金資產、美國國債喺未來幾年唔單止唔再提供所謂嘅無風險收益，反而變咗一個持續吞噬你購買力嘅黑洞。而喺同一時間，金價竟然被重新定價到1萬甚至2萬美金1盎司，呢件事聽落好瘋狂。但今日呢集，我哋唔講陰謀論，我哋只睇最冷酷嘅數學，因為跟住落嚟，你會見到嘅係一個已經開始運轉嘅系統級死局，生不可能三角。喺開始之前先講清楚，本內容只代表個人觀點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市場從來唔缺機會，缺嘅係你可唔可以生存到最後。真正主導全球資本流動嘅唔係華爾街嗰班住西裝嘅精英，而係一條最無聊但亦都最殘酷嘅數學恒等式。一個國家嘅經常帳加埋資本帳永遠等於0。呢個唔係理論，係鐵律。而家呢條鐵律正將美國一步一步逼入死角。過去我哋熟悉嘅係蒙代爾不可能三角，但今日嘅美國一早已經唔喺嗰個層次。而家呢個版本仲狠，佢同時綁住咗3件事：全球貿易失衡、主權債務膨脹同埋產業空心化，最終形成一個幾乎無解嘅結構性矛盾。美國而家其實係同時追求緊3個互相衝突嘅目標。第一係維持美金嘅全球儲備貨幣地位，呢樣代表佢一定要持續輸出美金，亦即係要長期維持貿易逆差。第二係吸引外資嚟幫佢龐大嘅財政赤字融資，等外國將賺到嘅美金再買返美國國債。第三係推動製造業回流，減少對外依賴，甚至希望貿易趨向平衡或者順差。問題嚟啦，呢3件事擺埋一齊，本身就係一個邏輯上嘅錯誤。如果美國真係推動製造業回流，唔再大量進口商品，咁就等於切斷咗美金向全球輸出嘅管道。當外國賺唔到美金盈餘，就根本冇資金去買美國國債。而現實係美國嘅財政一早已經失晒控，每年新增同埋滾動嘅債務高達幾兆美金。一旦外資呢個最大買盤消失，美債價格就會崩盤，孳息率會急升。呢個就好似一個大市嘅人，一邊同金主講我唔再買你啲嘢啦，一邊又想對方繼續借錢俾佢。喺現實世界係根本唔成立嘅。如果孳息率真係失控飆升，成個高度槓桿嘅經濟體系會瞬間崩潰。為咗阻止呢一切，聯儲局最終只能夠做最後買家，用印錢嘅方式接手國債，亦即係所謂嘅收益率曲線控制同埋債務貨幣化。但咁樣做嘅代價係直接摧毀美金嘅購買力同埋信用，美金霸權亦都會隨之動搖。所以你會見到一個完美嘅死循環。想製造業回流就會失去國債買家，為咗穩住國債就一定要印錢，而一旦印錢，美金霸權就會被侵蝕。進入2026年，美國面對嘅問題只剩返一個，到底係要保工業定係要保債券市場？而家嘅數據非常殘酷，美國聯邦政府未償還債務已經超過38兆美金，每年單係利息支出就接近1.5兆，甚至超過咗好多項核心開支。當一個國家嘅收入大部分都係被利息同埋硬性開支吞噬嗰陣，本質上已經進入咗破產狀態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研究，當利息支出佔財政收入超過20%，債務就會進入唔可以持續嘅死亡螺旋，即係不斷發新債嚟還舊債，利率越高，壓力越大，最終導致信用體系崩塌。咁美國可唔可以選擇緊縮，甚至接受通縮？答案係唔可能。通縮對高負債國家嚟講係致命傷，因為債務嘅實際負擔會不斷上升，直接引發系統性崩潰。喺政治上，亦都唔會有人肯承擔呢種代價，所以最後只剩返一條路，就係透過通脹嚟去槓桿，亦即係壓低利率，同時等通脹長期高過利率，用時間慢慢侵蝕債務嘅實際價值。呢樣嘢嘅本質其實就係一種隱性違約。呢樣嘢代表一件事，美國國債唔再係避風港，而係一種會持續吞噬購買力嘅資產。名義上你收返利息，但實際上你嘅財富正被稀釋。
當全球資本睇穿咗呢件事之後，一場巨大嘅資產轉移就開始發生。各國央行正逐步減持美債，同時增加黃金儲備。數據顯示，自2014年起，全球央行已經停止淨買入美債，反而持續加碼黃金。去到2025年，黃金儲備嘅市值已經首次超越美債。呢個唔係巧合，而係一個結構性嘅轉折。原因好簡單，喺而家呢個環境下，黃金係唯一可以同時應對通脹同通縮嘅資產。通脹嗰陣，佢可以對沖貨幣貶值；通縮嗰陣，佢冇交易對手風險，資金會流返去呢個最底層嘅資產。好多人覺得黃金升到幾千美金已經好誇張，但真正嘅問題唔係價錢，而係成個體系係咪需要重新定價。美國政府手上有超過2.6億盎司黃金，但係賬面價錢仲係停喺每盎司42美金。如果按市場價格重新評估，甚至大幅提高官方定價，將會創造幾兆美金嘅資產增值。透過黃金憑證機制，呢啲價值可以轉換成流動性，直接進入財政體系，用嚟回購同埋註銷債務。按模型推算，如果黃金被重估到2萬美金，將可以一次性創造大約5兆美金資產，顯著降低債務壓力。呢種操作喺歷史上唔係未發生過，但代價同樣巨大。佢解決唔到結構性赤字，反而會帶嚟嚴重通脹同埋貨幣貶值，等同於向全球持有美金資產嘅人轉嫁成本。最終嘅結論好簡單，一個長達40年嘅債券牛市好可能已經結束。未來嘅主權債務唔再係保值工具，而係購買力逐步流失嘅載體，而黃金就成為呢場重估入面嘅核心資產。但我一定要提醒你，宏觀方向從來唔等於短期結果，市場嘅過程往往比結論更殘酷。如果你用槓桿去賭一個長期趨勢，好可能喺中途就已經被市場淘汰。市場永遠會俾機會，但前提係你仲喺場上面。你覺得美國最終會唔會撳下黃金重估呢粒掣？留言話俾我知你嘅答案。如果呢啲片令你真正睇得明而家市場背後嘅邏輯，記得幫我點個讚、訂閱同埋開啟小鈴鐺。我係黃金獵殺線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